头摆都很记，阿妹子，阿妹子，买给阿妹子。嘿啊，哎呦，好啦，先柔唱演出来，第3批来宾，来，哎呦，他是不是一个团体？哎嘛，是同个呢孟乔。Mankill， 老 Mankill 係一隻團體哦。還有一張林曼瑩，佢上面有一啲很多 Pink Lady，Pink Lady，係咪啊 ？Pink Lady 啊，Play Girl， J Girls，Pink Lady。鬧熱大擂台，鬧熱叫下來，今年係個鬧熱嘅特別計劃啦嚇，哎呀，到底按呢個比賽哪叫會開始？係咩唔掂呢？特別計劃今年做都冇好做咧，哎呀，做都唔掂，做乜嘅東西？已經衝着你來了，你看今年特別計劃，衝着我來，對啊，怎麼做？今天特別計劃很掂嘛，該嗎？是什麼？係考驗你嘅記憶力。哎，你這個很殘忍哦。對啊，你考一個記憶力只有7秒的人要幹什麼？你這個非常殘忍。對啊，哦，這個在侮辱老人家啊！唔講，我老人講，兩隻專題正經單槍你做得做聽聽，你知道為什麼嗎？因為你個節目啊，做了20年哎呦，20年，邁入20年了，哎哦，唔到底啊呢，一眨眼呢，一眨眼就20年，已經邁入第20年了哇！孩子都念大學，你看，對啊。真的呢，真的20年了，鼓手 V 到20年哦，我的青春就奉獻給我們鬧熱。沒有，你在20年前已經是青春之前，自由中年邁向老年。哎，也對，今天讓你活絡一下你的腦袋。哦，然後呢，你要做什麼計劃？今日考驗喏，頭擺你們家家，青州以前沒有青島個細個線數。哦，細朋友，他們現在長大了。哦，頭擺有個藝術館的時間，藝術館有唱到一個細朋友嘅。細朋友嘅線數啊，兒童組有社會組有老年組。看鬧熱唱在鬧熱參加比賽長大。你要把那些小孩子找來哦。青春了，看很英的嘛。哎，他們小時候的長相跟現在長大以後，這個搞不好完不知道。某空樣型。20年前還按 C 還沒問對呀，搞不好你20年前是很瘦小的，你20年後變這樣，我怎麼會認得出來？像俺梅杜是供出來就按猜。賺的呀。對，我一直動你，我從小就長這樣子，幹嘛？誰讓你用這個音效？哦，我的媽的！哦，原來那是河馬的音效。是河馬啊？你確定還要猜下去嗎？是不是大象？喂，還是恐龍啊？好了，不是重點。好了。充電呢？所以馬上做金堂就出來了。不過我們也不是這麼不人道啦，這個製作單位，這是對你喊酸塔希哦，給人補你一些提示。哎呦，提示！先給你看照片。哎，照片有嗎？看到倆胸片。哎呦，有沒有一點印象？等一下，有嗎？哈，還用那個 key 上去的鬧熱打擂台，有嗎？給他捧呆的應該沒有，他是真的，哇，看起來很像 key 上去這樣。有英雄嗎？有嗎？我可以要提示嗎？嘿，有個闖過20關關主，20關係清久以前的喲。20關東島啊，東島哈，東島啊，對啊。還有哦，那再給你一個提示，哎，有一寬他出來了，哎，跟你合照呢。哦，還有合照哦，這個有嗎？我知道。有嗎？哦，香網。哎呦，我知道了。他是一個混血兒。哎，我有時候在滑臉書的時候，還會看到他呢。我看到幾哦。哎呀，然後他現在完全是變了個樣。變了個樣子。就是以前小孩會讓你記得的樣子嗎？他就是蛻變了。哦。蛻變了，嘿，已經變成不一樣，已經是女人味的感覺。真的。哎。啊，有團到香網。香網。叫人都王賢賢，王賢賢，係嘛？應該唔對哦，係嘛？有唱嘅半年出來，來，可以喺佢哋下邊再來，揾下你 TV 來賓，哎呦，掌聲歡迎！哇哦，來，阿姨，來，我哥好，金大姐好，太太好，我係王賢賢。哎呀，他直接，你再一次，再一次，來，再一次，來，哎呦，黃洋，哇，這個上前去邀請他出來，那怎麼可以？
小骡子上前迎接。哎呦，柔哥，罗哥，亲自迎接出来的，肯定是美女啊！谢谢。让他躺在我怀里。喂，有这一段吗？我来好了啦。对，以后这种事都我来。来，你的手借我摸一下。哦，那么粗。还是呀？人家手多嫩啊！太高后好久不见。你好，哇，金大姐好，罗哥好，太开心了，这个主动那样，真的罗哥还记得，你看，记得哦，这给他讲什么，就记得。你特别是是懂电影像，但是那时候还有婴儿肥，对，你看现在完全就不一样，现在就是少女就不见了，对呀，现在有角度了呢，有角度哈，对啊，有去打什么，没有，现在很多方式可以有角度，哦，是吗？还没有，既然邀请得到他来，嘿呀，一定要唱歌啊，先来冲一条歌，好啊，可以编thêm冇，特别是懂会冲啊，你是管呢，给某简单哦，动管戏哦，今天带来这首歌哈，也是之前比赛的时候冲给狗啊，哎呦，对呀，歌名叫做《莫情嘅心》，莫情嘅心，来唱啦。怎么情？我爱叹息就叹息，枉费爱对你付出一片嘅真情。一时猜不清又忘意，心肝痒。枉费爱对你付出一片嘅真心，一时猜不清又忘意，心肝痒每日落病，你敢还有情多心爱你？常为表给做你，一时猜无情又无意，心肝痒每日落病，你敢还有情多心爱你？常为表爱做你。哎呦，谢谢陈蒙太哥，你还专业的歌手呢？怎么变得专业歌手，优质啊？好棒！什么？优质偶像，看，对啊，长得讲又冲完的全不一样。不要这样上下打量，不是，我好像是怪叔叔，怪叔叔，不会啦，不会啦，不会啦。哎呦，先生，几多岁时间的比赛？那时候是13岁，是3岁哦。对，13岁的时候，哦，那个时候刚好遇到在变声。哦，那经过20年，那现在已经33岁。没有，还没有20年，没20年，现在20几岁啦。你是2岁啊，那时候其实刚好变声期，
对呀，有时候要选歌啊，就是低的低不下去啊，高的也高不上去，尴尬难的事。怪呢。对然后我现在听你唱歌，我刚还跟那个制作人在他们在研究怎么唱得这么好。我说他以前没有那么好呢。多盖龙是变声期，但是也不错啦，应该在变声期那时候还是有 hold 住。对，那时候刚好有一首歌叫《生命的阳光》，嘿，生命的阳光，都好难冲哦，因为它高音很高，所以那时候就为了要唱好，就去每天去游泳。练肺活量，对，练肺活量。是三岁对，是三岁很轻声，条阿宽有跟那个罗哥的合照，有罗哥以前有没有很照顾你们？有，真的那时候哦，常常说，我跟你讲，下一次那个发专辑的时候一定找你。哎呦，然后到现在都没有。有时候主持人讲的话，听听就算了。对，他现在都发几张去了。对呀，还等不到，不晓得未来有没有计划啊？那时候真的有遇见，现在就有可能啊，他有可能。有。对，他之前有遇到一个蛮糗的事情。那时候因为我常常去找罗哥聊天，就跟主持人聊天这样，然后那时候刚好。罗哥休息室有一个那个小江会，陈思安姐，对，然后那时候想思安姐我说你好，罗哥那时候思安姐没事跑到我休息室干嘛？可能隔壁棚录影，对，不会是推了门进去吧？不晓得，不好意思打扰到你们了。然后那时候想说，这样子的话说，你好，罗哥想说，知不知道这一位是谁？因为那时候就是13岁，对，13岁，对，然后那时候就我就说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是谁啊，你动拍谁哦？吃家门啊，给我等13岁听听呢。对啊，13岁而已，在脸书，应该不记得了。3姐有加我脸书好友，那时候就不知道，不认识。那你觉得很糗，对，很糗，到今天都记得。那你后来有啲脸书囤起来呢？有啊，有共发有对，有。你看，她长得这么漂亮，其实她的那个血统有一点那个呢。哪个有一点什么？妈妈外国人，你好好表达可以吗？混血，她是混血，对，妈妈外国人，哪里混哪里啊？台湾跟南非的白人南非有白人、黄种人跟黑人。对，妈妈他们也算是台南混血。对，台南混血。那个鸭，你看，也反映清讲。因为他现在已经不一样了。有时候有时候滑脸书的时候，我看到，我就觉得萱已经不一样了，蜕变了，跟以前真的就是小女孩。哎呀，现在有一点，现在又有出落的落落大方，又亲你痴心的感觉。长大了。对啊。所以你现在目前是在？他有他的工作。对，我现在都在那个购物台当主持人。正经。所以每天在电视上都看得到我。难怪。对，每天就是我们有线 cable 台。对，对，是哪一个？119台大力电视台。那么远哦。对，我是晚上8点的节目。119， 119看得到啦。有时候会转不到那里。119就按到了，好不好？对，抽卡，所以其实都看得到。我每天都唱歌，因为现在基本上都是公台语，还会冲歌，公台语带较多啦。有一种台拢公台语，讲台语比较多。然后我其实都会每天2、3天我都会唱客家歌，因为也是要传承这个文化，不然现在的声音然后不太会唱客家歌，不会讲客家。对呀，就很开心。难怪各位很冲的暗吼，原来常常有练习，每天都唱歌，而且我们观众每天都打电话来点歌，每天歌单一开出来，连每天都是要任何歌只要10首，接10位观众朋友，台语歌、国语歌。前几天光唱《大牛爱小马》，哎呦，对，大牛爱小马怎么唱呢？大牛爱小马，小马不想爱大牛，大牛爱小马，小马只想爱大牛。这罗哥的歌。目前就走2条路119给大家服务嘛。对，晚上8点的时段，很好的8点。对，有卖药的有卖那个东西吗？冻斗一些保健食品啊，女生的内衣、内裤、被子啊，袜子，购物台万物皆可卖啊，什么都卖，什么都不奇怪。对呀，现在这种电商真的是对呀，他个不是出门就在那买到东西啊。现在也是这个时代，聊到时推啊，有别疫情的关系，谁没听说今后继续加油，好不好？我都在看罗哥的不务正业，耶！哎呀，你的歌唱的那么好，有机会
就来我们节目，好啊，川国回娘家，好不好？真的来回一下娘家，好不好？那今天谢谢你，谢谢，哎呀，真的，再次看到你，好棒啊！谢谢，下一次有机会再来，好，谢谢，回头这题按这些，还。以后119记得119哈，很好按119，你这个天师台啊，准到119，你就会看到人的网线线，哎呀，看几天买嘛东西，11917，在你捧场啊的啊，好了，杀好了 ，TV 不是团出来了，哎呦，感觉你记忆力还不错呢，黑毛，会不会每况愈下？不知道，不要，哎呦，你看，我很看听一种，TV 类比。看一下相片，有英雄吗？哦，这个也是好青涩哦。系啊，咩小朋友咧？佢用是女，佢應該沒19歲點點吧？看以來有槍哦，還以為你頭擺給他燈的有冇？我記得，但是名嘅我冇乜嘅印象誒。名嘅冇乜印象，我給你個提示。對。嘿，佢沒有，他提示好像跟第一個一樣。有闖過議事館的館主。有議事館。嘿，有闖過20關的館主。哦，是。搶修年族誒，第3位館主。奇怪，怎麼大家都20關？是不是那時候？我覺得這個提示有跟沒有對你有差嗎？20關。嘿，唔講一隻詩。一隻詩嗎？嘿，草頭房。有用草頭房。嘿，哎呦 ，The Fun Family。嘿，然後條下嘅講什麼？用香草頭房。我先唱給出來，可能看到半年有英雄嘛，好嘛？好，來，有請你聽 TV 來賓。哎，這個不用去迎接嗎？哎，你好，黃少基。你的手再給我一下。你有必要羞辱那麼多次嗎？差不多。哎，有英雄嗎？有唱出來嗎？有啦。嘿，王淵儀。王淵儀。關陽。哎呀，你就比較不是羅哥菜。不是，因為王賢賢就用的是賢賢，就很好記嘛。王淵儀，你看，都。看冇得流，還給他名的問題啊！名字要改一下，你可能要叫淵淵還是王儀，他就會記得了。這樣王儀，聽起來好怪。對，歡迎淵儀，你好，大家好，天使嘅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淵儀。淵儀，哇，按叫我來了，你唱一條歌嘅好嘛？可以編嘛？哦，給你帶了一首小鐘做嘅歌曲，小鐘歌，對，就是客家一歌，做嘅客家歌曲。小鐘有做客家歌，有一首歌，哎呦，叫《哈尼嘅風》，哈尼嘅風，對，夏日的風。我還以為你說鍾兆正老師，你把他叫做小鍾正，不敢這樣子嘛。哇，聽下來彈看啦，哈尼嘅風。天嘅風吹過，帶着愛嘅憂傷。比賽的時候，爸爸身體很不好，經常住院，因為我們家是賣便當的。哦，賣飯保養，是做事的清辛苦。對，然後羅哥都會過來關心我爸爸的身體狀況。他沒有直接訂便當，訂100個你就可以休息啦。那個要做製作單位訂，你叫我訂幹嘛？加菜啊！你頭髮都很緊，阿妹子，很給阿妹子。係啊。哎呦，好啦，先有請你出來，第3位來賓，來，哎呦。夢中嘅天堂，離開都市嘅心情，都係升起變輕鬆。我都隨嘅按不掉，微風自然吹，你嘅天那麼隨風散，愛嘅心那麼強悍。
梦中的天堂，离开都市的心情，都海春去变轻松。路到水的暗不停，每风自然吹。你的头那么随风散，我的心那么强傲。热天的风吹过，带着我的忧伤。蓝色白色的天空，最自在的地方。热天的风吹过，迎落那记最好。风烟从背到安尼多，有童话嘛飘落飘落。热天的风吹过，带着我的忧伤。蓝色白色的天空，最自在的地方。热天的风吹过，迎落那记最好。风烟从背到安尼多，有童话嘛飘落飘落。谢谢。哎呀，哇！你是管出来的，请离婚呢这？梦中央哈，哎呀，从国喊你中央比原唱还好听，没有？没有啦，基本上应该是，没有，梦中央的米头，谁来唱男哎？ King 女 King，哎呦，梦中我想到哎，小钟哥还有会写还有作品呢，客家歌曲还好听。但我知道他会创作，但是我嗯不知道他有创作啊客家歌曲啊。哎呦，嘿哎呀，清后堂那是算他对客家有一点贡献，不是他是一只会，哥哎，只是希望教他一个而已。一个而已对啊，以后。对啊，哎哇，对你有没有想到给两时来比赛？嘿嘿哦，因为我迄贵总来创过的，迄比赛嘅。贵总会比赛贵总出来哦，嘿，因为同些时间，妈妈经常去比赛，哦，家去比赛然后妈妈都会看那个闹热大擂台。啊，这些从小耳濡目染就超感，妈对妈在然后中国很蛮想，妈领台在17这妈样子，妈这样子是跟那年大了一哎呦对，对，然后我就看到有海选，然后我就来报名嘞。注意报名。对，跟我当时参加是这些儿童组呀青青少少年哦，那时候还艺青少术馆呢，一馆一馆歌。哎，跟当时应该哈也跟我跟他谈到这个结婚呢问题，跟艺术馆还有脸兄艺术馆嘛，罗哥讲哎黑，呀，连修哎，如果连续20关各位朋友啊，对，如果跟平手会冲漳州的，平手卡关的话，又要再一首歌。这就在下个礼拜，对哎然后可能对20关可能要花到必看，有时候要花到快1年的时间。快1年的时间，对，特别艺术馆没按改啊，冇按键单哎，。你对啊俩是馆就对啊，所以上现在比较好比，哎没某啦，某空用跟讽刺啦。然后以对前的卡带不像是现在有手机可以录歌，嗯以前是那种卡拉型的。按旧以前吗？嘿，按给我以前嘅当时的比赛的时间。哦，没某 MP3，没某数机 MP3 坐在六月堂，嘿就是听那个卡夹式那种。对，哇，每次听还要录倒回去这样子。对，真的有个样子，看到底下的全部拿一沓按台杂的呢，嘿，按行是用 CD 的也有 CD，哎对对 CD 的啊，对也要用对个 Walkman 啊，头版的对对对， Walkman 这样拿个耳随机那边身听。印糖印冲嘿，嗯就像点那样的，就空到国起有风有啊，印冲连冲按钮，没办法啦，就按钮连冲啊。开嗓对了，对，哦，很棒。哇，那真的这个对啊，也是很那时候对我有什么不好的印象，或是好的印没有不好，有象吗？好的。因为那时候比赛的时候，爸爸身体很不好，嘿经常住院。因为我们家是卖便当的，哦，卖饭保养，对，是周吃的清辛苦。对。啊，然后罗哥都会过来关心我爸爸的身体状况。他没有直接订便当，订100个你们就可以休息啦。没有那个要叫制作单位定的，你叫我定干嘛？加菜啊，对，然后罗哥都会说我是孝顺，他每次都说，哎，请那个孝顺女生黄韵如出来这样子，哦对，好亲友好对，的真紧。
哎呦，真的啊！对，有印象，也有被罗哥激励到，就对了。对，有啊。然后罗哥都还蛮关心我的。那现在还孝顺吗？现在爸爸去世了。哎呦，真的啊！妈妈呢？妈妈还在。妈妈，那你有没有更加的把这个孝顺的心放在妈妈？有啊，对，真的有要，因为父母就只有一个。对，爱也要及时，给这点食材法，像罗哥共用，按有好罗妈妈。哦，英国呀，对啊，就是妈妈只有一个啊。对啊，我又没有好多个妈妈。对啊，对啊，也是啊。你这样讲，突然觉得好没孝顺，孝顺谁？对，好没 feel 哦。哎呀，目前有点做嘛该嘛？哦，目前那个有时候会接外场选举。哦，还有在做表演就对选举，然后还现在目前在工厂上班。我还以为你要当政治人物。没有，我就选举场可以跑，选举场可以跑，真的。对我都跑选举场。有没有今后呢？像今年就还蛮多选举场要。对，今年又开始要选举。对，要选举啦。哇，那又好到这个很多这个歌手们。这也不错啊，我没有政治立场，你就去表演，听没有冲狗的啦，对，穿钱，真的穿钱，穿钱，哎呀，反正我们歌手就尽好我们自己的本分，对，顺便把我们客家文化传承下去。对，那政治人物你就好好的为乡民、为人民来服务，对，各司其职。对，好。哎呀，你加油啊！好，谢谢卢哥，谢谢金娜姐。继续孝顺妈妈。好 ，OK 的。好，然后继续的把歌唱好。好，有啲非常准啦，冲歌本太几个堂。好，哎，有唱都准了哟。好，没问题，不要到时候大牌的说你没空这样。哎呀，没问题。我有唱，竟然没做打电话本之中，你说，哎，我最近喉咙好痒。好，他可能会传那个药的那个对丝的照片。好的，好了，谢谢你，谢谢阿宇，太棒了！哎，你看我们琼 C 看到俩，全部都会讲 C 么？哎，出落的落大，应该还没结婚哦，我忘了问他。问他要干嘛呢？因为结了婚，身材应该没办法保持这么好。哦，是这样吗？有人没结婚也是身材不好啊。所以干嘛顾这个呢？好啦，撒哈了，看他一笔个相片。哎呦，你正经有色呢，青色嘅小朋友哦。哇，这个有印象吗？要难，我有啦，有印象啦。有印象啦，不过佢可能冇参加暗球，他是季赛的，季赛嘅。就是以季赛的，一规那种，他会不会给赛制诶？哦，嘿。我给你一个提示，可是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你头摆都很给阿妹姐，我很给阿妹姐，嘿啊，哎呦，哦，所以他名的地方那个阿妹就是，有一只妹子，哎呦，阿妹姐，按 C 跟小朋友很给阿妹姐，对，不是你按 C 朋友，因为爸爸妈妈很给按到阿妹的那感觉嘿啊，很给好冇，唔係夾白夾尾啊，我台看啱冇？我这个想真的。麥雞梅啊，又係麥雞梅麥雞。嚇，麥雞梅。好啦，先有請演出來，第三批來賓，來。哎呦，哦，哎呦，來，都不台懂。你要我接嗎？阿妹子，你好。死亡之握。你這樣好像要牽那個老人家。哎，用看本人有想出來嗎？哎，你行得路我看唔出來。有編嗎？邊講哎，邊講嘞，然後條下相片冇通用。這時間冇人講哎。那這時間冇人講啊。其實喊他有熊腔啦。這時間。倆還比較少女樣子，瓜子臉跟什麼全部出來。有味道哦。對呀，所以這樣你記得嗎？我都松種梅，上一類嘛。松梅，好啦，先嚟彈阿梅字衝條歌，等他將嚟打追鼓啦。嚟，通馬歌哈。我今日唱洛杉歌，嚟彈噶啦。啊。
文化啦。阿妹子，睇影片冲传统歌嘅關係嘛？係嘛，咁咩？我嗰時就要從有一擺來錄影嘅時間，我就做一隻紅色嘅旗袍。哦，嗰時就係那個新月節，然後唔對就講係當中車妹。影片做嘅成衫褲，係當中車妹。係貴身。哦，就講到阿妹子啊！哎呦，原來是這個。就媒人婆用啊，你啦。所以你的印象特別深嘛？係啊，特別愛來都很阿妹子啊，請阿妹子出場啊。嗰樣是按有送到人嘅心冇？冇啊，冇嗎？先好教。其實我嗰時節去到台上，就講我當中車妹，嗰時節我唔知車妹係乜解。但影片用好多就下打。車妹係馬人咧，我哋弟。車妹是親家妹，親家母的意思啦。哦，還有了弟耶。哦，所以那個時候哦，你是在孩子的心靈留下了深刻的陰影。真的。看黑毛。啊，所以你應該很討厭我，對不對？冇啦，唔會啦，嗰時很細啦，很細啦。不過佢之前應該係唱必流行歌嘅吧？根本用我上個唱傳統。真的嗎？係啊。之前迄個必流行歌，流行組嘅。跟今日做嘛唱洛杉歌嘛？嗰時節喺國小2年生，啊比睇所以個後又個好傳統嘅。有一號啊？係。咁乜一號？即要去潛時陣好啦。哦，潛上好，係。過來我要去比嘅族動嘅田春燕，有就是有得獎。係。有很榮幸得到第51屆田春燕嘅少年組嘅冠軍。哎呦，流行轉傳統嘅，阿姨學習。結果得到冠軍，根本有準備頭擺看嘅比賽嘅片段呢。他以前比賽的片段。哎呦，真的，那一定很可愛。來，看一下，來，有沒有來秀一下？來。哎呀，等一下。哎，那有沒有穿旗袍那一個的？阿妹記的由來那一集。哇，你是唱跳歌手呢。好可愛。你的臉動作哈。有練一百一條歌，有算出來300以上，300，看戲影，唱練300，其他也全部練200。對嘛？係啊，你看嗰個子謙大哥哈，佢差唔多練300擺以上，一冇嘅歌詞我唔記得。哦，有天賦的人啊，300，很厲害啊！嗰時節還有一擺，我講500以上，係嗰條淺呢，啊後尾有一擺有一首歌曲，我愛練幾多擺，我就講，上一擺300做唔得，因為跳少，我就講500以上。安尼幫我就媽呀，練死500，喺求子咁樣練500擺。哎，表示佢有天賦啊，他不用練太久，他就會了，係嘛？全部嘅歌詞就背熟了呀。哦，嘿，他來比賽啊，秋妹請9以前的，有19年了吧？我哋16歲嘅時節係國小2年生嘅時節，差唔多8歲。8歲啊，16歲快10年了。哦，哎呀，你這樣16歲的啦？哎呀，有唱啊，少女。高1，現在高1。哎呀，15，嘿啊，真的。啊，嗰種是比賽，那麼小來參加比賽，有沒有覺得很害怕？沒有，其實嗰時節得失心沒有那麼重，就是累高誒，累高誒，他這個怪阿伯有沒有好好照顧你？沒有，我跟你講，小孩子有時候來的那個小孩子的得失心比大人還重。真嘅哦，不會啊，還較重哦。不會啊，嗰樣是撞到小朋友來比輸才衝叫了。對，沒有。那時候，我媽媽唔愛，我阿姨妹唔愛，就是他們都跟我說來玩，其實我沒會緊張，但係記得他們就是其實還蠻不在意的，就是覺得說玩然後開心就好。反正有得名就得，啊沒有得名反正就是至少上電視啦耶，有嗰樣子的比賽有冇個較深刻的印象嘛？
嗰時間我對你的印象就係我，嗰時細細一點，細細一點嘛，我就知道你動過動派頭。哦，所以我也多機會是吧？咩唔會啦，佢用錢派頭。現在回春，喊他還有賞，知道條阿坤嘅樣片，兩阿坤一來還有賞。佢壓下嚟，壓下嚟，唔知道咧。還有嗰時間咩？他沒有要正面回應這個問題。哦。就係我咪吃到你凍鬆麵。鬆麵。嘿，凍鬆麵。哦。就見上唔到，嘿，從那邊看到，嘿。我做冇下就見上哦。後來看電視，真看到，人咩個主持人咩？哦。你買 US 就看到。看到電視那個感冒，又是誰啊？係啊。他來比賽的時候還不知道我是誰，是回去以後看到這個人，我怎麼好像看過？真的，我還真的蠻感謝這個廣告。那大家都很羨慕你。你們年輕人根本不認識我，還好有這個廣告，真的。而且這廣告現在還有。同學都啲啊，佢好久沒有老記得講啊，看到嘅是膠囊嘅本人那樣。哇，真的。他們有很羨慕嗎？嘿啊，就是他們就覺得哇，怎麼會見得看到電視上的人這樣？哦，他還在電視上賣藥哎。哦，那你現在有沒有想說要一直往這個歌唱的技術衝高，演藝方向？我也其實有。批那個一隻客家電視台的節目嘅批音，哦，哎呦，配音哦，就是那個節目旁白那個歐洲時是8點鐘，一隻聲音嘅實景節目，啊厲害，有辦法批音哦，有一啲咧，面對鏡頭嘅時間有些緊張啦，批音又唔是面對鏡頭係嘛，哈。有一些緊張，知道你講得清楚，就是照稿子念，照稿念，對啊，對啊，哇，很厲害，真的。那從細就講客話，哎呀，彈得出來，真的厲害，16歲聽聽。你看，這也是一條方向啊，好，一個目標啊，你就好好把這個音配好。聽聽的想，他才16歲啊，慢慢想你的未來。是，你的未來還很長啊，好不好？加油！好，什麼？什麼阿妹子？喊一百，有限時間就來哈。大家阿妹子，謝謝。成功是愛下草衣。20關賽制那時候，我失敗的時候，我永遠不會忘記羅哥跟我講的那句話：勝敗乃是兵家常事。原來我有讀書哦。對啊，原來他會成語。這個成語，我有嚇一跳。是。對。好來，下來韓一 V 看相片，哎呦，誰來的哦？這個一定不用猜，羅哥一定不記得，男生他一定不記得。這個我記得。哦，正經。他是雙胞胎。哦。雙胞胎。黑嗎？雙胞卵啊，嘿啊。哦，故說唔是提示了哈。名嘅我都冇敢唔記得。他的姓很特別。但是我對葉亮嘅印象特別深刻的是，葉亮兄弟哦，爸爸媽媽照顧到非常的無微不至。哦，正經。然後一直讓他們去培養很多的興趣，很多專長，很多的那個，因為他們本身就是一個特殊的孩子。哦，特殊狀況的孩子，但是父母親照顧得非常的好。鼓手有兩兄弟啊。係啊，佢用時來時間，當19歲，也喊你都是。可能咩醫師郎寫吧，有參加過醫師館的賽制呢。係啊。還有俺哋嘅規賽嘅賽制沒有參加過。對。係啊。第幾個第4名，還有上起來嗎？名都冇咁唔記得。姓有搞很大鼓過咧。哦，佢會打鼓嘛？因為兩雙胞卵，一邊會打鼓啊，一邊唔曉用嘅啊。係啊，我有唱起出來，可能上嘅起來嘛。好冇？對。好，有唱喺呢邊來邊。你好。教過羅哥打鼓的。當天我看到。冇看到，你好。我可以。蔡家後來管之妞，管之妞，很特別的姓，相管。管，哦，你是哥哥還是弟弟？哥哥是創鼓嘅仔，弟弟係打鼓嘅仔，嘿，係嘛？哦，有好打鼓嘅嘛？有沒有搞很大鼓？就是幾年
几年前有，然后后来因为就是工作的关系，然后就退出了。OK， 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先来听你唱歌。好，谢谢。可以有编嘛，哈，有白中国是懂厉害哟。嘿，也看起啊，经过了这大概有10年的时间淬炼，唱歌变得怎么样？来弹看啊，带来一条门一开，钱就滚滚来。人生街坎坷路途，万年无数过来。成功是爱写菜，失败莫想不开，心跳冰强爽慢慢来，大家都很人才，传天使起来，传天使起来，每一块钱就滚滚来。人生街坎坷路途，万年无数过来。成功是爱写菜，失败莫想不开，心跳冰强爽慢慢来，大家都很人才，传天使起来，传天使起来，每一块钱就滚滚来。台风哦，哇，哎，这唱的比以前还好呀，正经哦，好稳定哦，喊山哦，哎，零缺点，零缺点，对呀，那个转音，那个转音转哦，转到哎，我还以为是那个蔡小虎来了呢，蔡小虎本人，哎哇，真的嘞，好厉害哦，很棒哦。你是为什么？你有去in学唱歌的呀？有去学唱歌，后来才没有间断，就一直有学吗？就是一直有学这样子。然后呢，之后呢也有去看过那个罗哥的演唱会。哇，你有去罗哥演唱会，好棒哦！然后之后也有唱你的歌，也有唱罗哥的歌，有给你很大的启发吗？有啊，罗哥的是偶像，有什么启发？就是唱歌，就是说。有感情啊，就是体会到那些人生所经过的那些事情，这样子。你的启发好深哦，罗哥好像都没有这么深。我就只是唱歌而已。啊，你就几多岁的时间来比赛？第100嘿16岁。16岁第100，你是管给时间。对。还有了比个季赛赛制，就是有那个，就是他的赛制其实跟那个五等奖就是很像，所以就那个时候就给自己一个机会来上台比赛这样子。然后第一次就是没有坐上卫冕者的宝座，然后后来就是社会青年组有一个过20关的叫邱志燕，邱志燕，就是教我一直唱歌，但是他很有心哦，真的哦。对，来参赛的歌手他都会搞老给丢字头一下，对，然后就第
第5次来的时候，就是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好胜心强，就是没有去放弃，就是然后输了，然后过了没多久又做了包赢500，对，然后呢，把卫冕者打下来之后，那个时候其实是很开心，没有错，但是却不知道说，这其实是压力的开始。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高度了。对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其实那个时候的年纪，我还真的是不懂，以为这是那个，所以那只是一个挑战，你只是要挑战它。对，然后你跨过自己这个门槛，要怎么延续，你就要再往上。变别人来挑战你。对，那个压力更大了。对嘛，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只卫冕到第8关的时候，就是因为碰到强手，因为抗压力不足，然后就马上被打下来这样子。对，所以我回去自己也是思考了久一段时间之后，我才发现是我真的太轻敌了。是你太轻敌啊！对，不是说那时候恍神不用心或者什么，你尽力了，但是轻敌。但是就是后来我也是借由别人的那些经验之后，就是去学习，才发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个地方。哇！那这样子的失败就有意义了，对不对？做的好西斗，它就变成你的东西。对。哎，根本伊没有准备，以金钱来比，所以偏端了，看一下嘞。你还有医师馆的时间吗？那个时候好像是季赛的时候。季赛的时候。那个时候是季赛的时候。哎呦，青色哈。什么会起来？哇，有巨星般的我们关之毅啊！哎呀，还没有想到当。所以你这个最后这个动作就是跟小鬼歌王学的，对不对？没有了。好，你之前不是说摸 hockey， 你也摆做嘛，有想要老李夹个用个 pose 拿出来。好，下就来看你嘅资料，基本嘢最得到100分。来看本书，88、100、200、300、400、500、600、700、800、800、9。多少啦？91。等一下，那个调分数的，给我来这里站一下。来，关之毅，来。你是参赛者，你那么嚣张啊！你有够唱机会嘞，你啊！参赛者还要出去呛虾呢。对，就是那个按电脑的那个出来，就是会怎么样？因为就是比赛差不多超过90分才会有过关的机会。你如果90分以下，然后就是常常那个俺爷的就在旁边那边八九，我儿子就有一次看电视，爸爸为什么那个女主持人一直讲脏话这样？对呀。你是6岁了参加比赛嘛？那时候有没有觉得罗哥真的人很好？有，很照顾你哈。有，他也用踢雷嘛。对，记得那次20关赛制那时候，我失败的时候，我永远不会忘记罗哥跟我讲的那一句话：胜败乃是兵家常事。原来我有读书哦。对啊，原来他会成语，我有吓一跳。是哦。对他常常讲这一句，他没有啦，真的是给你鼓励啊，真的是给你鼓励，因为罗哥他毕竟经历了那么久的舞台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看到青斗给？失败反正再努力，再重新再来就好。就像条他讲的嘛，你吸取失败的经验。对啊，你看你5次这样拼，你还是过关了。还能过关了呀，对不对？而且你看我现在看到你真的变得成熟，而且谈吐反应整个都跟以前猛空一样。真给哦。而且你唱歌刚刚真的是零缺点，真的很棒，好厉害呀！我是第一次见面，我都觉得很棒，是啊，真的。那你现在有在哪里高就吗？有吗？就是上班吗？就是有没有去哪里工作？有，现在有在那个，现在目前是在医院上班。医院你不会多？对，做行政这样。我在做行政。哟，真的。2个年轻辛苦哦。然后休闲的时候就是呢，多听歌啊，听罗哥的歌。有希望有机会呢，我还可以跟罗时丰罗大哥一起表演，唱他的歌。唱他的歌。我又要开演唱会了，去当嘉宾是不是？在北流好，让你看一场不一样的演唱会。哇，好棒！
不一样的罗时丰。好，好 ，OK，那谢谢你哦，谢谢哈，希望我们关之瑜的这个精神可以鼓励到东多安呢，东多的你好朋友，陪好朋友，好冇？好，系啊，哈，好，安好嘅好上朋友，我经過這個努力，今日目光有眼神，嘿，目光有眼神，好，加油！你的舞腿當紅，謝謝，有機會真係唱歌本大家堂，謝謝，來合作休息，這邊來聽下，對，好，哇，好感動啊，很感動哈，真的，我那時候是，其實有時候，我還記得就是他們兩兄弟，我們那時候在訪談的當中啊，有時候就聊到爸爸媽媽的辛苦一面，那真的很感動哎，一定有用加倍的心思去。對，我本來都很冷血的人，我都感動到那個眼淚都含在眼眶裡面這樣，因為那天很想睡，被強光直射眼睛這樣，老闆油。可是真的，你有沒有覺得很像看到自己的孩子？對啊，就成長，然後也在外面，也替他爸媽感到開心。真的很棒，當真。對，繼續加油。好嘞，下來看一位，看一下相片。兩位應該有印象了吧？P 啊，係嘛？哎呦，你吃價就敵嘞，我還不用提示呢。對呀，係嘛？哎呦，人這個少女，然後變了人，已經少婦了，已經變人妻了。哎呀，團出來吃價分養平寬。那個時候照片身材好好啊。你不要這樣，人家現在本人也很好啊。來，分養屁。來，分養。哎呦，你好，緹娜姐好，大家好。哎呦，起屁盈寬。一看胸片就敵了，第一個猜到的嗎？沒有第二個。你看當了人母以後就不一樣。人母有人母的韻味啊，你怎麼這樣？也是很多人喜歡人妻事業。我今天早上在看那個微信的時候，就剛好一個艾迪我們以前藝術館的時間，那時候的一個鼓手老師叫阿坤陳世坤老師，你們還有聯絡沒有？因為艾迪在做直播。前幾日他突然出現了，他說：“你是歌手嗎？從高東後堂安尼。”我講：“係啊，我係客家電視台比賽出來嘅。”佢就講：“佢在鬧熱大擂台咩？有錄，他說89年。”對呀。所以他早上傳微信給你台六嘛，他在大陸在這個音樂界是數一數二的佼佼者，然後他就突然傳了你的照片給我，就這麼巧，是我就按度哦，題目就讀到了，難怪明的，原來是這樣子，是不是？對啊，我還以為看到故意，他可能心裡就想到，今天這個單元會不會就有，是不是？我前面帶了一條後堂的狗來，你等他繼續打追鼓。勇往直前行，勇往直前行，後台各位。張開一家，龍動天涯，天台地台萬愛為黑愛我卡。層風沙，愛沒阻擋擋。你跳了那些的老愛來作伴。雖然倆天有高有矮，雖然倆風有太有來，雖然倆空都撇下，愛唔會驚，愛勇往直前行。淚裝下，對住從高小看遠鏡嘅氣化，就似愛情。
人母哈，我们的这一首勇往直前哈，后堂，对啊，嘿呀，真的。你幾多歲時間來比賽？我來比賽嘅時候差唔多18歲左右。18歲，咩高中生呢？高中生。因為亞姐嘅關係嗎？嘿，嗰當時其實就是對客家歌曲不熟悉。嘿，因為這有來過100，嗰當時這來。應該是20關衛冕的那個賽制。嗰今年我媽媽問我講，你有想要去比賽嗎？來鬧嘢比賽啊！嗰當時賽制已經改變了，變成季賽這樣。我們就參加海選黑在台中嘅董事，然後就直接就參加海選，就直接就過關就來比賽咧。冇錯，很棒。喺來比到樣板錢。我係第3季嘅季冠軍，年度第1名，年度第1名，哎呦，真厲害咧！哦，年度第1名咧。嗰個當時18歲，喊你讀書又要比籃球嘅賽制，累，很辛苦哦。所以那個時候其實練歌啊，就會靠天發。天發，我就會打，因為比賽嘅當時半夜的時候打電話，聽0204，靠天發有冇講？打天發本姐姐，一支衝，叫我一支搞硬，搞唔客家話喲，所以客家歌嘅樣時接書完到就走嘅。冇，比到來比賽真學嘅，靠姐姐搞技呢。冇錯。哎呀，難怪哈。嗰當時因為讀書在陽明山，因為台北，其實你都是最早到、最晚結束的。因為講，因為你都有過關呐。比賽嘅時間差唔多都是錄2集到3集。在最後1集的時候，傳統組會先錄，先錄人先轉移。不說你親走到親米亞長走才走，才回家。真辛苦呢。沒愛辛苦啊，爸爸媽媽真辛苦哈。真的，因為我在台北念書，媽媽待苗栗，懂事，台中嗰邊哈，都要很早就開車上來台北，然後接你，接我來6陽，要6天以後轉移學校，張忠義苗栗，你要幫你妹妹親眼證呢，對啊，還特別從苗栗用標上來去台北陽明山，所以你能望子成龍、望女成鳳啊，對啊，女兒們都有這方面的才能，沒有好好的培養。成功的那個女性的背後都有偉大的爸爸媽媽。對，因為爸爸媽媽也想參加比賽，但是因為太老了，沒辦法。沒有，我們沒有年齡限制。你讀州在咯？對，這樣子也有社青組的，對呀，對，很棒。哇，那至少看他現在都混得很好啊，混得很好。對啊，也是有自己的一片天地。對啊，你看直播哈，然後做這個直播，賣東西，都有啊。賣東西沒愛啦，賣東西又充狗，黃先生賣東西，哎呀，充狗，娛樂大家。對，你不要全部都搞在一起。難怪他其他都講，大家都說他很親切，難怪你覺得他。我覺得他沒有親切，我沒聽過。跳派的比賽嘅時候年紀太小了，因為主持人按愛啲就藝人，就會覺得有距離感。距離是一種美感。真的是。有一擺你呢，就是彩排對 key 的時候，衝突羅哥走出來，給人來講，這次唱得很不錯，給同時就會覺得，羅哥主動出來，然後還有拱方。主持人講的話就聽聽就好了。哎呦，給同事們按勇敢。你現在好像有一些社會責任，好像不能隨便講。但是真的唱得好，對，就會覺得好像受到肯定。也共200哦，醫師共100衝得還普通就對了，不可考。可能那天精神狀況比較好，所以耳朵有打開有在聽。對，有時候精神狀況不好進去就。不過他今天很棒一眼就認出你，今天沒有把你跟姐姐搞錯。所以我不知道那時候羅哥是把我認成姐姐嗎？還是我呢？
不管怎么样，都是歌唱的很好的意思。两个都是歌又唱得好，两个又长得这么甜美，对吗？对，厉害！不管是你还是姐姐都很棒。那希望你在你的领域上面也是可以发挥你的专长了哈，可以发挥得更好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什么？这个的比赛，没，这个的冲歌们这个谈，表演，什么？谢谢安吉，谢谢。他是不是一个团体？嘿嘛，这团个呢，孟桥 ，Mankill，老 Mankill 係一個團體哦。還有一張林曼穎，佢上面有一個很多 Pink Lady，係咪嘅？Pink Lady 啊，Play Girl， J Girls，Pink Lady。來看一種胸片。好來，看一 V， 哎呦。这感觉，冇乜嘅印象呢。冇乜嘅印象。我给你提示一下，嘿，其實你同鄉呢，類似沒有你咯。同鄉嘅同島啊，類似沒有你客家莊做三太天王的，桃園先做沒有你。你有一張名嘅呢？我條按名。對，按一張名誒。按乜嘅名？奧利維。所以是撲牌的意思嗎？有一個普派，一個奧利維嗎？奧利維，手長腳長啊，抽的，好像紙片人用的，弱不禁風。安陽有英雄嗎？他是不是一個團體？係嗎？團體？普派與奧利維嗎？一種的團體，這同個呢喬什麼？孟橋。Mankill， 老 Mankill 係一個團體哦。還有一張林曼穎。佢上面有一啲很多 Pink Lady， 係咪嘅？Pink Lady ，Play Girl，J Girls，Pink Lady， 聽起來就有一種不知道你去哪裡聽到的名字。沒有，最近有一個團體太紅了 ，Blackpink， 太紅了，對，那差很遠，好不好？你沒有一個字對。怎麼可以這樣講？搞不好人家以後真的就是國際巨星。沒有可能啊，對嘛哈？假以時日啊，你還說曾經希望有這個女兒嘞。你都討厭他嗎？因為他長得很標緻。對呀，是啊，就很有氣質。對呀，我就說哇，看這個照片是，我如果生的女兒有長得這麼樣，說哇，那多好啊，對嗎？你就要擔心了，好不好？對啊，還真的。對啊，還好我想想你以前這樣做過的事情，真的會不會怕？還好我沒有女兒。安勇團得出來嗎？要唱幾出來？好來，吃下唱幾出來？好來啊，安你喺呢邊來邊。好來，玩呀。哇，正經呢，講什麼耶？哇，羅哥真的是。羅哥好，姐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很現實。真的，高配儀都沒有。人妻就這樣看。人妻啊，自己走進來。自己走出來。安勇有英雄嘞哈。名字還是想不起來，對不對？有印象嗎？兩個兄弟嗎？你跟小時候長我媽跟一樣呢。相鄰。是一樣那麼漂亮。姓林。姓林，林淑榮。哎，你講林淑榮，他也不知道是誰。對，哎，林雨涵，林奕涵，哦，不過羅哥還不錯，他還記得你是少女團。對啊，雖然他以為你是 Pink Lady。哎，你都沒吃東西啊？有，我有吃東西呀。怎麼都奇怪，長不胖？有人就是天生瘦子。哦，對，這氣死人了。就像有人是天生胖子一樣。好了，先來聽歌啦，先來談談歌。哎呦，你待會買歌。你怎麼會來上節目？你這不出面的人，真的。對啊，那充滿口味。Piano，好，來彈歌啦。我彈個歌哦。細細嘅世界也可以彈彈 piano， 細細嘅世界也可以總係送 tango。噠啦噠啦噠噠噠噠，我噠啦噠啦噠噠噠噠，我細細嘅世界也可以彈彈 piano。細細嘅世界也可以總係從天空。噠啦噠啦噠噠噠噠，我噠
好甜美哦。我觉得今天我们就访问他，就一直到底好了。对，为了节目收视率，为了节目收视率就不用了，后面不用。后面还好几位，还是有。对，画面多好看啊，对吗？等一下也有女团的，还有女团，没有啊，那边很低。对啊，你看他马上还有女团，那就算了，你等下还是下去休息。怎么这样啊你？太现实了。对啊，易恒，他现在看起来也很年轻，然后 Manko 差不多给发才大学毕业而已。还没，对，快毕业，念书呢，按你多岁了比赛？12岁的时候，国中1年级的。那也是就半年前周一对啊，没多久前。那怎么感觉好像很久了？对啊，看照片好像有一点年纪的。不是，因为我跟你讲。因为他们底下的各样是 J Girls 来老爷时间，那3个一起来嘛，然后后来就只有孟乔出现，其他2个就消失无影无踪。哦，就内部不和这样。对，就散，怕就是谁会牵累到谁这样子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就解散了。哦，真的哦。啊，解散以后，然后就孟乔常来我们节目，就安亚对给音响他沉淀，你们2个就觉得好像就消失了，是因为节目组起来的团体吗？对，是在参加闹热之前还有一个节目对，然后组的一个团体这样。J Girls 真的是也是客台的节目吗？不是，对，就一比赛啊表演啊，所以你们那时候组了一个团体，对 J Girls， 然后有出片吗？没有，那时候就是上节目，然后组团体。就是青春无敌这样，上节目这样。小时候，然后参加比赛，因为什么机缘来参加比赛？就是那时候爸爸叫我去，就是我们家附近有一间庙，然后刚好在甄选。闹热打擂台的，请你去当主持。然后没有，请你去问事，去当机，多当机。有一个庙，没啦，去会线呐。对，我去海选，去那边海选。对，然后那时候就是很喜欢唱歌，所以爸爸叫我去，我就去。可是因为我就是你们也是从小爸爸妈妈培养的，对嘛，好像在钢琴啊、舞蹈什么都很厉害。哇，真的。然后就是以这样的理想组成一个少女团体。然后嘞，然后那个时候就其实不太会讲客家话，好。然后那现在嘞？现在比较会一点点了。你弹的是啦，我听得懂。你讲好吧，你弹的是。我现在也是读戏曲学院。台湾戏曲学院，客家。那你怎么没有那种气质？反而刚刚那个比较像。因为我大学才进去。大学考进去。对，大学进去，然后可以选修。对。然后去大学去那边读都是去混的啦。怎么这样说？对，因为他可能高中毕业以后当雄 A。去行两条路嘛，你不可能没有某可能的可能啊，走的写车。那你现在哪个科系？我现在是客家戏学系。客家戏哦，对。哎呦，他的样子很适合古典美。对啊，他就是有那种气质，他气质很好啊。那时候3个比起来。都很你小心哦，小心讲话，声音拱发哦。Manko 会看2节目哦，孟乔也很棒，说真的。孟乔，你看他现在发展的有多好，对，也是一方之霸，对呀，对，苗栗邓紫棋不得了。你们还有联络吗？你们比较少联络，因为就是就小时候就交恶，然后没有交恶啦，就是走的就是行街路线不一样，因为他现在也走客家戏了嘛，黑猫。对，然后我就是也有自己在写歌什么，然后之前创作，对，然后前阵子有出华语的专辑，这样真的，哎呦，创作歌手。对，然后今年还会再出一张就是创作专辑这样。哦，哎呦，已经不止1张就对了。对，这是第3张了，出了几张？2张了，2张专辑。那今年还要再出1张，就3张嘞。对，很优质。对啊，不过来参赛12岁的时候，对，比赛的时候有没有亲难梦的事情？最难忘最难忘的时候，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，因为每次都要比到很晚，然后那时候又是国中生，所以我们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国中还在苗栗读书，所以就是录完影的12点多，然后还要回去，然后隔天还要上课，哇，还要7点就到学校，这样就是那时候还蛮就是怀念那种紧张的时刻的感觉。然后可是我记得那时候爸爸妈妈都会结束录影之后带我去吃米粉汤，在华视附近那个。
深夜的宵夜台，没错，它变成一个很特别的记忆回忆这样子。所以你最他印象最深刻就是米粉汤。没错。哦，那时候葱会有什么那个？对啊，因为客家歌你又不会讲客家话。对啊，你爸爸会讲听你嘛，但是可能从小在家里面要我真的记不住硬背起来，我一定一直忘词。对我那时候就是硬背歌词，然后上面就是写那个注音罗马拼音啊，注音。对，然后就是用自己可以懂的语言，然后去背那个歌词这样子。可是我记得我有一次那个比赛的时候，我还是忘词了。哦。忘词会扣很多分，那个看电视那个红字就很不爽。忘词的时候就会红字，对。然后那时候得失心其实蛮重的，所以其实有一点点难过。对，哎，好像那个时候有一些比赛的那个 VCR 有吗？嘿吧，来看一下样片，看一下你的样片好不好？是刚好那个。忘词那一段吗？以我们制作单位，蛮有可能找那一集的。对，以孟达的这个角度。你看像不像奥利翁？哎，这演球对呀，应该是这个服装，又有那个水手的感觉。哎，你现在真的小时候就很幼稚，然后你现在更有气质。对，用这种基本的自家的表现，自家有满意吗？还可以。很棒啊！给都不卡排东酒哎。对，哎，吃多一点呐。错。你好像那个奥利维哦，啊，帕派，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大力水手？没有。他老婆啊，就是长得大概像你这样那样。帕派的 Sailor Man， 帕派的 Sailor Man。哇塞！你应该有因为奥利维，现在才知道奥利维是谁吧？可是前几天我去，好像也是去工作的时候，然后也有人说我长得像奥利维。头发他有。对，以前比较像，现在比较现在有点像啊韩女团。你现在很像韩女团。那个什么拼什么 ？Blackpink。Blackpink。因为他一直讲什么？刚刚罗哥说拼 Blackpink Pink Lady。对。结果你们是 J Girls。对，我们是 J Girls。哎，刚刚好像有提到说他的创作，有创作，对，今天可以带来一首创作来给大家听一下。是之前专辑的歌还是要这次新专辑3种专辑？有。对，法尼吗？对，华语的。全球首播吗？我不知道那个时间。全球10大播，前10播。哇，来，谈一下这首歌，那雨涵新创作的一个歌曲叫什么名字？叫《无人岛》。无人岛。哦，听起来很 lonely。无人岛会不会无人听呢？不会有人听。我觉得你每次讲这种都很可怕。无人岛好空虚，好寂寞，好恐怖。空虚寂寞，觉得冷这样子，可能就是要制造这种气氛。来，听看看哦。完美的妆掩盖不了的伤，无处彷徨，孤岛中的希望，像是一首寂寞的歌，故事依旧不停写着，残缺的谎，遮挡不了的伤，路途渺茫，黑暗中的曙光，像是一片破碎的窗，故事美丽又展开着，躺在熟悉的床，放声痛哭一场，躲在没人能找到的地方，放肆的去冲撞，独自站在这座无人岛上，看清楚烟雾里的真相，被流放在这座无人岛上，
展开着，躺在熟悉的床，放声痛哭一场，躲在没人能找到的地方，放肆的去冲撞，独自站在这座无人岛上，看清楚云雾里的真相，被流放在这座无人岛上，逐渐习惯自我疗伤，独自站在这座无人岛上，看清楚云雾里的真相，被流放在这座无人岛上，逐渐习惯自我疗伤。哎呦，好，哎呦，给他糖都按后糖，那个创作无人岛优秀哦，是啊，真的好柔性的一个女孩子，很跌突出，她怎么那么柔的一个女孩子，然后她竟然是唱的这么的悲情呢？她算是有个性的啦，倒不是悲情，可能也内心吗？哦，内心是比较澎湃，个性路线，会不会起新球嘞？哦，后面的不重要了，不重要是不是？胸片可以哈，胸片可以哈。哎呀，看没电影小孩谁啊妹呢？这个小女孩的那个时候来，哎呀，谁天天，但是她那个小不点儿台风，她那个唱的稳定度哈，就是好像身经百战，真的哦，然后很酷。我觉得他的那个提示看起来就很厉害。懂酷啊，没给没唱呢，没有要跟你互动就对了，没有完全没有做自己，活在自己的那个角度里面那样。啊，永听说给英雄倾城 K 啦，哦，你印象那么深刻，对不对？对，他叫什么名字？人家国小1年级就来比赛拿到季冠军呢，太久没来了啦，太久没来了哈，来自法联哎，来自法联，哎呀，至少地点对了，先分享给出来哈，我看你也是猜不出来，都用哎，可以他就抵了啊，分享他一比来比，哎呦，很可爱呀，嗨，你好，他感觉也是蛮有个性的，对，他就这样自己，罗哥，进下去，自己站定位这样。会打招呼，以前不会。对吧？不会啊，你还有凶起来的吗？对。相柳啊，我以前有跟你打招呼啊。有吗？还是你打招呼是？打化妆的时候。化妆的时候跟你打招呼，还是他打招呼可能这样，抬个眉毛这样。我们这是舞台上的效果。对啦，好笑开玩笑啦。对，不要在意啦。没有，他小时候其实他只是上台的。第一部腿当红，他就很酷，然后你问他什么，他有时候就是回答你一句这样，或是眼睛飘一下，瞪你一下这样子。他可能不知道做什么反应，对，他觉得这个怪叔叔怎么那么奇怪啊？张一眼神，听他跟你对答如流，还得了？但是那个时候才小学1年级，但是他的表现真的不输大人，真的。对，这位是你自己介绍一下你的名字。刘雨涵。我叫刘晨宇。刘晨宇。先来听他唱一首歌啦。刘晨宇。呀，特别是董伟聪。一眼神就得到几冠军。几冠军了。对啊。董文婷。看一下实力还有没有在？看一下他编，经过多年呢？为什么笑得这么心虚？经过多年呢？快10年，今年10年。好，看他唱歌有没有10年有成？唐冠啊，10年有成。你得有多好吗？来。那时候刚上高1，他们就把我的名字就是拿去 YouTube 搜寻，然后就发现我小时候比赛的片段。真的？看到你小时候比赛片段，那应该觉得你很棒啊。那他们就一直笑我。为什么笑你？可能那个时候缺氧，然后他们就觉得缺氧。从那奔雅慈 S 姐这样，然后很可爱这样。
天空嘅色很黑暗降，发日都彩虹，希望你头戴爱准每个，海面嘅风很黑暗强，钓嘅快乐冲过，欢喜做爱嘅舞伴。10年，我不好，雨涵走了，我不喊。陈宇还在啊？陈宇还在。按这个时间就来比赛，你才小学1年级，怎么会想要来比赛？射后眼神呢，还带点法脸呢。就是那个时候，因为有一个姐姐，就是学姐来海选，然后海选完就问我们说，有谁要一起跟我们一起参加比赛，跟他一起参加比赛。然后那个时候，因为小时候就很喜欢表演，很喜欢表现自己，然后刚好又缺一个名额，然后我就来了。都是刚好的。这无心插柳，是不是？对。好，你们差一个人我就来好了。无心插柳柳橙汁。对。因为要用来比赛。就是还好，就是有学姐她。对，要去带领她出道这样。但是看不出来你那时候有很强烈的表演欲呢。不然就会讲他嘎发吗？没有，就是小学1年级那时候是选乡土语。就是选客语，然后那时候进来比赛的时候，我也只会一首歌，就只学一首歌就进来。那时候那个歌哪个狗啊？踢一条。什么老鼠的？什么老鼠？蛮该露出哎。老鼠爱大米。老啊，你就会等于说一关按用歌啊，大概会比赛就后一条歌呀。对，就是每次来比赛，每个礼拜都要学1到2首新歌。新的客家都歌管了我没歌了，然后回去又再练，下礼拜又练。从法典歌来比赛，应该较少哈。懂少因为演嘛。因为演个管黑。因为演。可是应该像就是说，大家很少来参加比赛的话，你应该在学校很红。学校黑啊，应该现在很唱秋啊。
台式家都顶了比赛啊，就是同学他们很无聊，那时候刚上高一，他们就把我的名字就是拿去 YouTube 搜寻，然后就发现我小时候比赛的片段。哦，真的、啊？看到你小时候比赛片段，那应该觉得你很棒啊。那他们就一直笑我。为什么笑你？霸凌你呀？对啊，唱得很棒啊。可能那个时候缺氧，然后他们就觉得缺氧哦，从那温雅慈的世界这样，然后很可爱这样。他们都传到老师都知道，然后他们都会下课的时候在教室里面放那个我以前比赛，就是学很久的放屁歌。放屁歌？客家歌的吗？对啊，客家歌放屁歌。那你还记得吗？你记得怎么唱吗？细人的点点汤，汤阿公打屁轮。不用开嗓，不用西嗓，哔哩啵咯啊，真好糖。这是歌吗？但是谢兄大胖掉哎，哎呦，哎，你今每天还有准备你样片呢？今天还有你这个放屁歌的影片可以看一下，真的吗？真的。哎呦，那真好，真好，来，唐鸭哎，我都带一条歌的马该歌嘞。你看。你看，小学1年级了，这很有舞台架势啊，好可爱哦。阿公打屁轮，向台上，向西上，哔哩啵咯啊，真好糖。你看，好棒哦！这不是比利的舞步吗？对，比利。什么都不必说。那大皮卡住哦，好可爱，真的好棒哦！你冲着给他，你真的好优秀哦，你好棒哦，你怎么样？对呀，唱完放屁歌之后，有没有觉得很喘？很喘，放太多屁了。原来整个摄影棚呈现的屁味。跳舞类是放屁哦，跳舞类啊。很可爱。每一次访问他，真的就要蹲着访问，因为跳谁杂哎，给他们也没，现在也没有很大只，现在也蛮娇小的。每一次我跟你讲，蹲完以后要起来，站不起来，卡巴吉，哎呀，卡巴吉，这样不会的，真的哦，好，谢谢陈宇，谢谢何教授，谢谢陈宇，沙雷汉一 V， 快看胸片。这个知道了吧？这么有名，嘿呀！他现在这个他为什么还剪头发？是怎样？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真的，他已经是红透半边天了。那这还要提示吗？20关主入围过金曲奖，这还要提示吗？对。黑马啥？吴永斌。永斌，来，欢迎。哎呀，永斌你好，大家好，各位电视机前条前给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永斌。对，难得呢。罗哥还记得？罗哥居然猜得出来，他在听你彩排，他就已经听出来了。真的有厉害吗？你看。对啊，永斌开玩笑，声音辨识度很高。现在在演艺圈的这个哈不怎么好，真的。没有。怎么会不怎么好？也上片各大节目啊。嘿呀，对吗？是，只是很久没有出专辑，还没有出唱片，没有出专辑，你也有去拍电影，也有什么，都可能你太忙了，尝试啊，对哦，哎呀，都有，至少没有出唱片，你还有一个技术嘛，对不对？剑条那么，哎，你一辈子也不会饿死。对不对？一气再生。好啦，先来糖果哎。油腔都给都后糖给冲过。董燕哦，他是真的年轻一辈的蔡小虎啊。真的。年轻一辈的蔡小虎。他的转音那些都很厉害，清后糖。真的，对。对啊，待会买果哎。大兵一挺秧。大兵一挺秧啊。对。爽行会慢慢行，拍行不好紧强强。有人讲万事起头难，一定会艰辛万。
台上事件，爱到认真做，成功就袂难。人强真生来打拼，人生如长，人生如长，打拼一定样。爽行会慢慢行，下行毋好紧张张。有人讲万事起头难，一定要坚心慢慢行。总会行前路，歹路好行。成功失败去慢慢。咱台上事件，爱到会认真做，成功就袂难。人强真生来打拼，人生如长，人生如长，打拼一定样。前路歹路好行，成功失败去慢慢，咱台上事件，爱到会认真做，成功就袂难。人强真生来打拼，人生如长，人生如长，打拼一定样。大家，哎，银 Q 高速就会银 Q 高速哦，比林展毅老师还好。没有，你还要再补一枪给展毅老师。不一样的味道啊！林展毅老师那个神也是这个经验老道丰富，很厉害，很厉害，中气十足。嘿呀，而且又是你的老师对吗？我的恩师，启蒙老师，恩师，对啊，对他那时候来毕业时间是一斗谁？一斗谁？对啊，跟当时17年前我真的有算过，17年前，哎，17年，我迄当时15岁，15岁，我跟你讲，已经30人哎，看不出来嘞，哎呦，很多 baby face 哎，对啊，有参加100听听吗？我当时来参加2摆，第一摆迄老卫冕者3度同分，然后就算挑战失败，就是拍好加在，真的用哎，好加菜，发生什么事？因为只会唱2首客家歌，那时候录影就刚好每个礼拜录2场嘛，那个同时第3次嘛就专心练习，不然我没有办法自己去唱歌。好险也有比赛，那时候比赛3度同登，认识了林展毅老师，然后才跟他拜师学艺，教我唱客家歌。然后2度来挑战这个闹热打擂台，闹热打擂台就。顺利勾管，公益是管，这种是管，这种是意思管无简单呢。对呀，这样可以是几个狗虫给撸啊？真给，刚刚就发觉一个15岁小孩子，就好像看到我以前的影子，有没有？我也是那个当17岁啊，就出了全国比赛呀，15岁，然后就是唱得很纯熟，对呀。对呀，都常在家里，其实是跟爸爸妈妈学的。对，就从小听爸爸妈妈唱歌，就是唱的，就是很有年纪感的。对啊，那时候才10几岁，我还很记得说罗哥很常就是安慰我。哎呦，因为当时品胜情长全部会跟我唱腔，不符合你年纪。中间抖音抖那么多，有点老痛，很老派。罗哥就很常就是安慰我说：“我用白影冲，你还必须，你没表演呐，那必须就会拿出你自己的实力，拿出技巧来。那时候就听罗哥的话，才有办法顺利过关。如果你要换另外一种形态来比赛的话，就可能拿不了高分，又要重新练呐。”
哎呀，你要重新又再去学习。你可能好些就两种风格的因为狗，你从小就唱夹古唱夹爸爸，全部都唱的就都是这种风格的。对呀，你要叫他要临时要改，当然你好上瘾，要改编动夹。动夹，但是问题你先他，你就想要hem去改编，听听得来，没还有一点时间。不过那时候唱真的是很老派。你是唐老狗嘛？我都听罗哥那种风味就这样，都听罗哥。我都听罗哥的歌。你看他现在唱的就不一样了，你有经过这么久的有情感了，有不同的感觉，有出过唱片，然后又拍电影。因为我那其实我给有时给第二年节目20关过后以后，然后我那时候刚好星光大道。对。然后那时候很红，有去参加。咩老爱古虫人系报名的呀，爱咩唔敌，就是古藏就看到哪里有比赛就去报名，对，好热情哦，他不希望你被埋没。对，那你古藏真的是你大恩人，古藏是恩人，真的跟你爸爸一样望子成龙那种心情。那到底姑丈是你爸爸还是你爸爸是你爸爸？还没有去，要不要去验一下？可能就是特别疼他的姑丈嘛。其实爱这个时间，我听妈妈说啦，好像是要给姑丈当儿子，他都生女儿，然后他都没有生到儿子，后来才有生到儿子。贴像，所以他当作是这个来的，然后就国中毕业去他那边学剪头发，他知道我很爱唱歌，喜欢唱歌，就去帮我报名大大小小的比赛。所以我那时候看他上星光大道比赛的时候，我好开心哦！真的，你没请佛艺哈？董佛艺啊，哇，我们节目出来的，然后去上到。没请优秀啊！其实哈，脑内大腿必须哈，吸收了很多的养分，是，包括罗哥就很常提点说这边要怎么唱歌啊，因为都会在这个比赛当中嘛，他就会学习到比较多。哪边需要去？最主要是评审老师，他们在现场这样无私的这种，虽然有时候会受到打击啦，不过你唐艺类就会很奇怪的东西。对啊，必用败必衰，你应该有很多印象很深刻的，很深刻啊。有一拜因为爱古虫就是剑头嘛，他是老师傅。老师傅他是做40几年的，其实给老师傅哦，老师傅，剑头那么给老师傅哦，伊就大拜6样，伊就平来都很丑，他有一拜印象好深刻那时候参赛者有一个青壮年组，我就临时没有办法来比赛，没办法来，杯迷你古虫，就很古虫不然你去挑战看看。古虫古虫，你想终于轮到我了。懂会中国呀？对，中国。你老制作单位讲你们懂会中国啊？你就老比赛，就替补的选手就超就那时候还记得卫冕者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失误，古虫就顺利的当卫冕者。真的假？古虫就养了呀，真给啊，就高管嘞。然后古虫唱得很差嘞，黑吗？就唱得还好，平平的。好正经哦。对啊。K 同时我就印象很深刻，就是因为我也在卫冕者了。古虫没空组没空组跟卫冕嘛，然后那时候就一起来录影，一起来比赛。空哈高管那真的是捡到了。那后来的那下一次运气也是一种实力，应该就被打掉了吧？有卫冕蛮多次的。好正经哦，人家古虫，你们有实力的啊！你唱歌还是很有实力。你是对他们也是有家学渊源的这样。真的，我有遗传姑丈。对，你有遗传，不要乱讲话。所以你回去要验一下 DNA， 我跟你讲，真的。开玩笑啦。对，我想看你这样子在演艺圈这样打拼，我也其实也很欣慰。有时候看到一些其他的节目，看你那边上，我会觉得至少你现在在演艺圈也算是有自己的一席之地。对，对吗？对啊，继续加油。好啊，好不好？加油，努力，继续站稳。好了，谢谢永斌，谢谢本牙。很棒真的，今天真的是很感动啊！是不是？真的看到这么多，虽然你大概有一半都记不得名字，不够正经啊，清旧嘞，20年嘞，造就了多少的
真的，而且看到他们第二呢，这不管在演艺圈或者各个领域上面都发展的不错，也替他们感到开心啊！哎呀，大家当然，那个好创国的朋友呀，对吧？好商朋友，人家的对创国有兴趣。客家电视台闹热打擂台，嘿，这个节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。对啊，还有大家长全民姑丈罗哥哦，还有大姐头哈。什么大姐头？谁大姐头？我是小妹。是哦，好通过朋友夹夹的报名啦。记得打电话浪96667浪6浪，传真电话浪117778232等台几个打电话来哦。好，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因为呢，还没有多谢安尼，辛苦的评审欣赏，谢谢。评审欣赏那边。没，辛苦的有最欣赏。老师辛苦了，谢谢小杨老师，乐队老师，还有是蒙顶国女天来的来宾啊，真的，好久不见了，可以把我挖到节目，按多天上映，动感风，是蒙天做的播放员，辛苦嘞。下礼拜我们记得一天的准时收看呢，老年大擂台，老年大擂台，拜拜。